来乡亲啊，有关这个柬埔寨人口贩卖案件，最近有一段影片来现光，发生伫昨8月18，伫柬埔寨的南部瓦近越南的边境有一间的教场，这个铁门常常互撒开，将近60个男女拼出来，一直撞一直走，有保安人员拿长棍啊，捉伫后壁。 看起来是要把这个人抓回去，但是保安的人手伤少咯，根本挡袂掉一大群人集体来逃走。啊，这群人走出来了后，是直接跳落边仔的大溪河，想要收水收过对方的越南。啊，这个河面上有几啊十粒的人头，安尼浮咧沉咧。根据着柬埔寨当地媒体报道，这批大部分拢是越南籍的逃离者。 本地是应定要去金边的教场来上班，但是煞互关离的柬埔寨南部这间的教场，当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